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11到15节，和合本圣经带142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讲到我们请蔡信生牧师来讲道。蔡牧师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三好的服事，三好的服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宣告好了哈，一切都很顺利，祷告就可以来。一切都很顺利，祷告就可以。你相信祷告吗？清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的力量是从你那里来。我们也深信今天在你特别的日子里，这是主复活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从你那里领受你的力量和恩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在今天的主日礼拜当中，我们要举行临时和会，是要改选3位长老，还有6位执事。虽然这也是我们每一年所例行要举行的事工，但是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拣选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得救，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长老教会认同万民皆祭司，这个万民不是外面的人，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是祭司。来，现在再跟旁边人说，你就是祭司。哈利路亚，你是祭司。我们按着民主共和，是由全体信徒来选出长老，通过代议制度，我们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另外，选出执事来协助办理和推动教会的各样事工。我们翻开长老教会的历史，就看到充满了为信仰真理、为宣教所付出的，也看到长老教会自由所奋斗的许多历史的记录。所以荆棘魂而不毁就成了我们教会共同的精神象征。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发挥信仰的良心，也通过祷告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人来侍奉这个因着上帝的名所设立的迦南长老教会。所以我也鼓励，今天我用这个3好的服事，也就是最好的服事，不仅是要来鼓励即将被拣选做上帝的仆人、尽忠的工人的这些长子，我也要来勉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能用这样的精神来参与各样的服事和敬拜。什么是3好的服事呢？3好的服事的意思就是：第一，你要成为好牧人；第二，你要成为好仆人；第三，你要成为好管家。我讲过了，不只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要成为好牧人、好仆人、好管家。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楼上楼下的每一个都一样，我们都需要这样做。
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好牧人的服事。好牧人的服事，你知道一个好牧人是什么？就是他认识羊。我不知道我们来到这教会，你说平安平安，他到底有没有平安？他过去这个礼拜，过去这段时间好吗？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不认识你旁边的羊。约翰福音10章14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牧人的第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要认识主的羊。我们的主耶稣很在意他的每一只小羊，每一只羊都是主耶稣的心肝宝贝。我们很喜欢，我相信你也很喜欢待在舒适的环境，因为你留在舒适圈非常的安逸，非常的安全，因为你很熟悉，你也觉得很稳定。但是我们常常要为了主的缘故，你要走出舒适的地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成为好牧人，你要关心旁边这些羊群的需要。我们迦南长老教会位于市中心，离车站这么近，常常有很多的慕道友，或者是从外地搬来的会友，就会来到我们教会。加上我们不断的向外宣教，有各样的社区事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新朋友进到我们教会来。但是我一直问一个问题：前门打得这么开，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堵住后门？还是有人会走掉？礼拜天，我们和自己熟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寒暄，我们一起聚餐。等一下我们有爱宴，我们就吃饭。这样的分享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用主动积极的态度去，不只是跟你熟悉的人，你要去接触那些新朋友，要接触那些陌生人，带着微笑跟他们问候，让所有的新来的人，他们都宾至如归，乐意选择我们迦南教会成为他们生根落户的地方。所以教会的服事不能只靠牧师和长职，因为这样永远都不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好牧人，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要代表迦南教会，你都要成为这些新朋友、这些新家人的好牧人。不要让一个新来的朋友孤单地坐在教会的角落，没有人理他。你要随时保持一个喜乐亲切的态度，你要欢迎关心新朋友，你要主动地邀请他们一起吃饭、喝茶、喝咖啡，你要当主人般的来接待他们。我知道很多人，你来到这里很久了，可是你是不是好像你还是个客人？教会不能只有消费者，教会要更多再生产的工人。所以我们要使新朋友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和关心。所以你可能不知不觉中，当你用爱心去对待别人，你也已经接待了天使。就像希伯来书13章第2节的话，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还跟旁边人说：“你是我的天使啊！”哎，真的，你要再用更诚恳的微笑对他说：“你是我的天使。”来，哎呀，我觉得不够亲切。来，真的，你再跟他讲那哪像天使啊？来，你说你是我的天使，哈利路亚，这样像一点了。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哈，你知道吗？我一直感觉就是还弱了一点。我的教会就是来哈，我们来是参加像婚礼迎接耶稣的那个，不是参加丧礼，你知道吗？做礼拜啊，当然很严肃，可是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是一个非常外展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阿们吗？所以你来，你要更亲切的跟旁边的人，跟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家庭，你必须跟他有关系。我希望你能够回应牧师的呼吁，你成为一个接待新朋友的好牧人，阿们吗？第二个，要喂养舍命，喂养舍命，这是第二个必备的条件。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主说：“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耶稣为了我们牺牲自己，所以耶稣怎么做，我们就照那样去做。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才要舍命。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就不再是自己的，是主耶稣的。要把自己献给主用啊！所以罗马书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知道什么叫舍命？舍命就是把自己给放下来，看不见自己了。你愿意活出主的爱，你用主的爱去爱每一个人。爱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标志。人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绝对不是因为那一些深奥的大道理。我觉得每一个人会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这里有爱。我盼望江南教会就是一个充满更多爱的教会。巴克里牧师，他从小学到大学，你知道他都成绩都名列前茅，成绩非常的优异。他精通数理、电气、电学这些他都懂。他的名字还登在大英百科全书上面。他出生在1865年11月21号。1865年这一年是长老教会宣教师马雅各来的时间。长老教会明年就是150年了，是照这个。可是这个巴克里是在1865年生的。后来到他16岁的时候，在他生日的时候，他写下了献身书，就是一本献身的文。每一年到了生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献身文里面，哇，他有一篇献身文，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读，你可以看。他在献身文上面就每一次他重新的告白，宣告了他16岁起，16岁是一个高1的学生啊，他就愿意献身。而且从那一天开始，17岁、18岁、25岁，一直到他每一年生日的时候，就在这个献身文上面再签名，签他的名字，从来没有间断。这件事也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一直到1935年才被人发现。过世后，他在1875年6月5号。就来到台湾，因为为主献身的巴克里牧师，他在台湾受到很多的，你知道台湾那个时候还有疟疾，对吧？还有很多的传染病。他的自传写他被疟疾折磨，好好在英国不待，为什么要跑到一个那个时候，卫生条件不好，生活品质条件没有英国好的地方来宣教呢？
他是为了使教会往下扎根、健全发展，而且他就想培养本地的传道人，所以他设立了台南神学院。他总共校长担任了52年之久，一直到他翻译新旧约圣经，才把神学院交给另外一个满雄才牧师，另外一个宣教师。巴克里牧师他热心做什么？他推动白话字圣经。他不只是教大家读白话字，他也因为为了帮助信徒可以读圣经、灵修跟查经，他就翻译了所有的我们现在看北维基白话字的新旧约圣经，他翻译的。对台湾的宣教、对灵性的栽培，真的是做了很大的贡献。1885年7月，他出版了台湾的第一份报纸，他更知道要做媒体、做宣教。所以他创办了今天的台湾教会公报。早期的宣教师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这么平安、这么顺利，他常常受到毁谤跟攻击。但是读经跟祷告一直是巴克里牧师他宣教动力的来源。他常常在夜晚跟他家里面的老仆人2个人一起跪下来祷告之后才睡觉。你知道在长荣中学校史馆里面那个史料馆里面存放了一件巴克里牧师生前所穿的睡袍，在右膝盖的部分那个睡袍是磨损的，是破的，你就知道他用多少时间是跪着祷告。真的这样的一位敬虔的牧者，这样子愿意为宣教来到台湾常年的付出的牧者。1885年，你知道他派到屏东2轮，他到那地方去看，去传福音。就在主日礼拜进行的时候，村民一样把一些粪便、粪屎就往巴克里的头上撒下去。所以有人这样子，他受到这么大的侮辱，可是他很幽默的说：“这个粪屎撒在蔬菜上面还可以当肥料，撒在我的身上是一种浪费。”又有一次，巴克里牧师跟一些信徒到大武山，到了原住民的地方，结果就被好多原住民包围，因为他们传说，哇，这个外国人呢，这个如果吃他的肉就可以长命100岁，所以那些人就想抓他，想杀他。可是就在为期之际呢，他就把他的左眼拿下来，左眼睛拿下来，然后拿下来之后再把它放回去，因为他的左眼因为受伤失明，那个是个假的。可是这些原住民不知道，哇，他看到怎么这么神奇，然后眼珠子拿出来又放进去的，吓坏了，哇，这是神明嘛？他们就跪下来求饶。这个自传人说，他就化解了危机所以你知道，在宣教过程里面，他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挫折。26岁就为了福音的缘故离开英国舒适习惯的生活，来到台湾。他一生87年的岁月，有60年的时间全部奉献给台湾。所以他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爱台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使徒，就是台湾的使徒。这就是牧人。牧人怎么样？为羊牺牲，为羊舍命。我也觉得上帝把一群非常可爱、渴慕真理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迦南教会。上帝让我们在这里成为家人，大家都要彼此真实的相爱。我一直相信，有爱的教会一定是一间复兴的教会。当我们能够以爱来彼此连结，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
你也愿意付代价去关怀、去爱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透过小组，我们可以探访，可以关怀，可以牧养，可以宣教。我们要常常的在祷告中去纪念跟守望。我们都是主所爱的人，我们都是家人，我们是上帝的家，我们是弟兄姐妹，阿们吗？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好仆人的服事。好仆人的服事，来，我们一起说：人人服事，服事人人。来，人人服事，服事。我告诉你，也就是这里没有闲人，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服事。你真的可以做任何一件事就好。我觉得一个人只要选择一项服事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服事旁边的人，因为这叫做人人皆祭司嘛。这是你很重要的委身的行动。我鼓励每一位基督徒都参与。那你好仆人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它有2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谦卑，第二个特质就是顺服。基督徒，我刚才讲过，你不但要做好牧人，你还要做好仆人。我们蒙召服事主，服事这个时代。你来这里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指挥者，你不只是一个消费者，你是仆人。不论你在社会的地位有多高，你在社会是什么身份，但是你进到教会来，你就是弟兄姐妹，你就是主的仆人。主日一大早你来到教会，你可以帮忙服事的时候，你很多人我就看到你可以谦卑的在门口，你可以参与招待服事。中午爱餐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帮忙打菜，或者是协助旁边的人来用餐。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帮忙端盘子、洗盘子，帮忙搬动桌椅，擦拭桌椅。甘心乐意的服事，就是一个仆人的性质。这是主所要的态度，这就是谦卑，就是仆人的性质。你知道，你服事、你做工本来就没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连服事主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马太福音10章45节，他在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除了谦卑之外，第二个特质我刚刚说顺服。以弗所书6章第6节，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只在眼前服事，像是讨人喜欢的，是要像是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上帝的旨意。现在有人在我才服事吗？不是啊，你也不是做给人看的。上帝的仆人必须要有顺服的心态。上帝给每一个教会，给每一间教会都有他的托付。那么也许我们所领受的不尽相同，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要领受一样的意向，你要有一样的心，一样的意，说一样的话，建造在相同的这个坚固的磐石之上，你就能够一起向着标杆奔跑，共同结美好的果子。上帝感动我们，让这个教会有清楚的建造的蓝图跟意向，所以我们要一起建造这个教会。明年就是这个教会50周年，对吗？所以你要更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跟蓝图，你心里有一个渴望，我们迦南教会要成为一个更强盛的、更健康的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对吗？所以我们要还有很多这个教会，我一看到我们就是有更多的努力跟成长的空间。
但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有一个仆人的服侍。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它不是机构啊。教会不是机构，教会不是 organization，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organism。教会应该让它成为教会。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这里的同工，都为要成全教会，要服侍教会，要成全圣徒，要各尽其职。我们要参与整个教会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接受牧师的领导，能够一起认同教会的意向，认同教会的策略。在这里不要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在这里大家要同心合意。如果你选择迦南长老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你就必须顺服在这个教会的意向和体制里面。腓立比书1章5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50年前的人怎么设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向外已经开拓了很多间教会，但是迦南教会，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懈怠。神给这个教会还有很多的使命，相信的说阿们呢？太小声了，没有信心。相信的说阿们。对自己、对神的教会要极大的信心。当我们同主的心，合主的意，这个教会必然会兴旺。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一起跟随教会的意向，以至于你们可以说一样的话，同心合意结美好的果子。第三个，好管家的服事是：第一个要有忠心。哥林多前书4章2节，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吗？生命的改变是最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事，也是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一种极大的鼓励。你知道服事主不求名，不求利，只求忠于托付。主怎么交代，主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做。第二个，你是要善于管理。路加福音12章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们要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善于治理上帝的家，使上帝的家兴旺。而且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充满神迹奇事，如同初代教会一样。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不但有爱心，更是一个神迹奇事不断的教会。上帝要给我们经历他的大能，使无变有，使软弱的变刚强，使贫穷的变富足的神。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去经历更大的神迹。刚刚我分享的这个3好，还记得吗？我们一起说：好牧人，好仆人，好管家。是，这都是为了要服侍主。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服侍的人生。服侍是我们跟随主的必然过程。既然有了这样的服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领受3个恩典。所以我说有3恩的祝福，用3好的服侍，一定可以得到3恩的祝福。一起说：恩赐满满。哈利路亚！你一定有恩赐满满的，肯服侍神就给恩赐了。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保罗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而来的。造就教会的恩赐包括什么？医病、祷告、读经、敬拜、传福音、词汇的这些事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自己经历神，
亲自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不是来代替，而是为了成全，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一个愿意祷告的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我还记得上一个月我来，我说我也还没问呢，祷告会到底有没有增加啦？我上一次一直提醒吧，对不对？你说，哎呀，牧师，你只是来做我们的小会议长，怎么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真的，我到哪里，这个教会如果是神托付的，真的让我们的祷告会成为这个教会的动力跟火车头，阿妹吗？如果你有这个教会做了100样事工，我觉得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还是祷告啊！真的，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聚集，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敬拜赞美神，你就会得着医治释放的安慰跟能力。上帝乐意将更多的恩赐给你，你不光是追求主的恩赐，而且是要追求赐恩赐的主。第二，一起说恩膏满满。恩膏是圣灵的能力，不但要有恩赐，你更要有恩膏。旧约时代，所有要服侍的人都是所有的油都同时让浇下去，王也一样，祭司一样，都是让膏油浇满了他全身。今天你需要圣灵大大的充满，跟旁边说，你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对，在我的教会，我就是要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教会不会起来，你的生命也不会改变。有2个人都在读圣经，一个是年轻人，他读起圣经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十分好听。但是另外一个是老人家长辈，他读圣经的时候缓慢的，他的发音不见得正确，咬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听到他的人，听到他在读圣经的人，都感动的落下泪来。弟兄姐妹，前面那一个人他拥有的是恩赐，但是后面的这个长者他拥有的是恩膏。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我们要有恩赐，也要有恩膏。只要有圣灵不断的充满和内住，充满恩膏的祷告就是不一样。约翰一书2章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要从神那边领受恩膏，圣经明明的告诉我。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需要满有恩膏的全能的服侍。我们要对圣灵保持高度的渴慕和敏锐。过去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够，对圣灵的工作也太过忽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有圣经，也要有圣灵，要有上帝的话，更要被上帝的灵充满。这就是用2只翅膀，双翼能够一起飞翔得胜的秘诀。第3点，一起说恩典满满。箴言16章15节这样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如果更多的恩典，就像更多的及时雨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些春雨秋雨，那些甘霖降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说，处处有恩典，时时有祝福。来，处处。你不要让自己活在贫穷的光景里面，好吗？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足，一直可能不行，常常有一种贫穷的心态。你是王你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儿女你是王子，你是公主啊，你是满有恩典的人。不要活在贫穷的心态。上帝要使你得生命，而且让你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
上帝要使你有福杯，而且让你的福杯满意。我们已经白白享受了上帝的恩典，白白得到了，要白白给。牧师说：“你有2只手，从这一手领受到，就从这一手再给出去吧。”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我知道大概600个人在这里，但是你就要立定一个目标，这个教会将成为一个1000人的教会。哎呀，没有人相信吗？相信说阿们。我告诉你，迦南教会成为一个1000人教会不是梦。我期盼今天在全台湾，我到目前我理解，全台湾长老教会超过1000人只有2间。我们现在已经有600人了，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1000人的教会。50周年是一个喜年啊，你要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吧。你知道桃园要升格为桃园院辖市嘛？我们在那边芦竹已经要快变，现在是芦竹市，就要变芦竹区嘛。所以你要知道，这里一个很大的发展，有这么多人口涌入这里，这个教会不会只有做这几百个人啊。所以我期盼你透过各个式样的方法、机会，把我们的家人、把朋友都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宣告，上帝是恩赐满满，是恩膏满满，也是恩典满满的上帝。弟兄姐妹，台湾教会的复兴很快要临到，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在50周年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新的期盼，也盼望这个教会有更大的复兴。弟兄姐妹合一了，教会就会合一。教会一合一了，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你要在这个复兴来临的时候不缺席，你要参与在所有这些3好的服事，而且我深深的祝福你领受3恩的福气。阿们吗？一起祷告。感谢赞美神，你把恩典满满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也恳求主，你不断的恩待弟兄姐妹，恩待我们的教会。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